讲到相信神的预备，咱遮总牧师。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祝福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你的圣殿的内底追求你。我要尊重你，我要敬拜你，我嘛要追求上帝你手中甲阮陪伴你的祝福。愿主你的圣神，亲像老爸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话，互阮听见老爸的话，阮的人生就得到智慧。愿阮伫敬拜你的时，你用你阳光的面来看阮，互阮深知你伫阮的身边。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降临。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顶礼拜我甲咱分享起这段敬拜上帝的重要。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神圣的所在，就是咱的内心。咱的心若敬畏上帝，上帝就掉入咱的心内。顶礼拜伫礼拜中间，牧师邀请咱注意伫咱家己属灵的这段，嘛注意家庭的这段，因为咱常常伫基督徒的家庭内底，拢会掉一个字边啊，叫做耶稣是我家庭的主，毋是干那掉迄个十字架甲边啊，咱就会通承受祝福。咱爱有较无的心。这礼拜我要甲咱做伙分享，就是伫这段的面前，咱的生命要有奇妙的改变。伫上帝的施恩造成，咱的生命要有大的改变。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人相信祈祷，我嘛相信咱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较无。上帝就是为着咱的人生有施恩祝福，有陪伴，有计划，有带领的上帝，是吗？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追求4000年前一个信仰的老爸阿伯的汉，伊怎样经历着上帝，伊奇妙的有备，伊伫迄个神圣的这段前，伊讲一句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对迄个时阵开始就真侪犹太人因的家族的信心的一种信仰改变，就亲像咱相信以马内利，就亲像咱伫祈祷了，咱拢讲阿门。伫信仰的中间有几句话，短，但是迄句话就代表一种的信仰的宣告。所以耶和华以勒伊是有真深的意思。当一个人伊讲耶和华以勒的时阵，伫伊的心中伊深深相信。我的上帝伫头前有伊的有备，我相信我将来的人生有上帝伊的祝福，这叫做耶和华以勒。所听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这句话刻掉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心内。耶和华以勒，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看见我的苦情，上帝看见我的需要。所以以勒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看过伊所听的兄弟伊的囝子。第二，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陪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迈开咱的脚步，咱往咱头前的人生用信心来行。咱甲上帝讲，上帝无论我出我入，无论何去何从，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阿们嘛。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这段圣经的故事，咱会通明白。这段故事是4000年前的故事，但是嘛是今仔日咱的故事，是阿伯拉罕以撒的故事，嘛亲像我甲有的故事，是恁甲恁的囝儿的故事。恁相信吗？今仔圣经短，其实今仔日多谢细昌，伊甲咱的旧约的圣经读个遐尼完全吼。我想讲我读短就好，咱读个较袂拄久，较好记。但是细昌就将规段的创世纪安尼
规段完整的故事拢读好了。这段故事是4000年前记载伫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啥物人？亚伯拉罕就是顶礼拜的圣经经文的主角拿阿的子孙。对拿阿甲亚伯拉罕总共11代。亚伯拉罕受圣经记载称作义人，伊的孙11代孙亚伯拉罕，伫圣经记载讲是信仰的老爸。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个故事是讲起一个老爸甲伊的囝，伊要将这个信仰传承到代代无尽。所以创世纪咱读了后来咱引用圣经的新约希伯来书，这两段经文拢讲同一种的话，但是用无同款的语言来表达。犹太人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因咧讲起先人先祖的祝福，伊咧讲起因的祖先怎样望将来，甲伊的囡仔看手祝福。伊讲以撒就望着指向未来，望着将来，望将来就看手伫雅各甲以扫的身上，甲伊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今日这个礼拜，唤起你做一个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你有这种的脚步，你甲上帝讲，我要亲像亚伯拉罕，我要亲像以撒，我要祝福我的囡仔，主啊，祝福我的子孙。4000年后，阮增加伊囡仔，要搁咧敬拜上帝。亚伯拉罕到伫今仔日，拄4000年，大约4000年。伫2000年后的时阵，伫希伯来书，就是亚伯拉罕到希伯来人伫耶稣的时代，因看见上帝的应允，因才明白原来以撒的故事就是保罗所讲的。所听兄弟姊妹，我肯定献家己做活祭，是献给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理所当然。亚伯拉罕完全无保留，将伊的囝带到摩利亚山顶悬，甲伊白白咧，叫伊倒咧。倒伫上帝的祭坛，伫迄个所在，要将伊所心肝宝贝囝唯一的伊家己的伊的囝，到年老才有的这个囡仔，伊要献给上帝，无保留。但是伫迄个中间，上帝接纳伊的心，但是上帝互以撒成做第一个活祭。兄弟安尼听有无？4000年前亚伯拉罕甲以撒的故事，后来到对希伯来人伫新约保罗的目睭中，伊才明白原来上帝无爱人死，上帝爱人活咧，来荣耀伊的名。兄弟姊妹，你愿意将你家己献给上帝做活祭吗？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首先，咱来将耶和华以勒深深背起来、记起来。当你的囡仔为着伊头前的道路咧戆野，当你的囡仔为着伊头前咧感觉唔知要选择这选择迄，当你的囡仔咧听候将来的路门为因开，但是久等无迄个好消息。兄弟姊妹，咱做父母的有时实在嘛无能力通为囡仔开门，对无？但是咱会当甲囡仔喊手讲，耶和华以勒，上帝陪伴你，爸爸妈妈无法度互你的，上帝甲你有庇，也这愿意嘛？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建立这种受祝福的信心。每一摆礼拜拢伫上帝的面前，谦卑跪落，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虽然未看得，但是你若所爱，我就要献。我要亲像亚伯拉罕。你所爱的，你讲你心肝宝贝囝是由我收拾，由我收回，上帝我无甲你计较，你讲就准算。所以亚伯拉罕就将以撒带到上帝的面前，伊不能了解上帝什么种的作为。原来上帝要通过伊的心意来成就2000年，互犹太人因了解上帝所爱的，不是小祭。上帝所爱毋是祭物，
上帝所爱就是全然奉献、忧伤痛悔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礼拜堂就真多4000年以前阿伯拉罕伊所拜的祭坛摩利亚山。伫迄粒山头顶悬，后来真做犹太人因的圣山，所以圣经一直记载到启示录。伫启示录讲，锡安山新的耶路撒冷，新的圣殿。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锡安山，无同款的名，但是真侪代代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所在。摩利亚山就是今仔日的锡安山，伫耶路撒冷的北边。就是头一个上帝礼拜堂受起造，所罗门起第一个圣殿，就是伫摩利亚山顶悬。这粒山头就是耶稣迦拿山祈祷群群的所在，各他也伫摩利亚山的边仔。所听的姊妹，当咱敬拜上帝的所在，迄个所在就分别做圣。上帝要转化咱的生命。这就是今仔日咱共同的祈祷。主啊，你古早予阿伯拉罕一个山头，摩利亚山，真侪因敬拜的所在。主啊，伫今仔日，你伫德堂这个庄头，你嘛设立这个礼拜堂，互这个礼拜堂是一个敬拜你、献做活祭的所在。兄弟姊妹，阿伯拉罕，伊看见上帝对伊的接纳，伊看见上帝。家己备办一只羊羔，意思就是公羊，一只羊羔伫迄个边啊。所以上帝甲伊讲，你就用这个来代表你的心意献互我。献祭了后的时阵，阿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而且号一个新的名，迄个名是代表伊的祈祷。伊讲上帝备办。对迄个时阵4000年来，犹太人相信天然的上帝为着因卑微的家族，伫因的头前有计划、有准备、有祝福。到伫今仔日，咱毋是犹太人，但是咱是新的以色列人。咱毋免留迄个犹太人因的血，但是咱的心、咱的意念就亲像上帝的宝贝囝子，兄弟。何等的福气！咱称耶和华咱的上帝做天顶的阿爸。所以，今仔日圣经安尼讲，直到今仔日，耶和华的山有准备。兄弟姊妹，你看手伫你的心，你讲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心所想、心所求，这个所在就是耶和华的山。阿免嘛？咱的人生无论去到什么所在。这粒山头永远是上帝甲咱见面的所在。无论是西奈山，无论是何烈山，无论是摩利亚山，无论是锡安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礼拜堂，是咱甲上帝见面的所在。直到今仔日，耶和华的山，兄弟姊妹，愿咱伫咱的心中这粒山，去圣殿祭坛来敬拜咱的上帝。摩利亚山对摩西、对阿伯拉罕开始，伊真做应允的开始。伊也就是伫耶路撒冷，就是上帝应允互阿伯拉罕迄个整个的迦南地，伊的中心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内心，就是上帝徛起分别做成的圣山。兄弟姊妹，好好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人无清气家己，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起造咱家己耶和华的山，互咱的上帝真做咱的经历。所以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来讲，就亲像以色列人咧重新经历着因的祖先所传予因的信仰。咱嘛是咧经验，这个传说伫摩利亚山顶悬，摩西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甲上帝面对面，
咱重新起造咱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讲，以撒对信，和本的圣经汉语的圣经讲，因着信。今仔这个礼拜就是唤起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无做无用的基督徒，咱无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咱要把主较深，真真正正建立对上帝的信心。原来伫今仔这个礼拜，咱对咱的囡仔，第一个就是咱内心的囡仔，第二个就是你家庭对你出你的囝儿、你的孙仔。愿天父上帝教咱这个家庭信仰传承的功课，亲像阿伯来汉对伊的囡仔讲：“我的囝，上帝为你备办。”愿天父上帝对咱的所有的青年安尼讲，也愿咱做中级牧师、父母的人，咱常常提醒咱的囡仔，咱甲伊讲：爸爸虽然会当帮助你，妈妈虽然会当陪伴你，但是爸爸跟妈妈只有会当陪伴恁行一段路那定，到某一个程度，恁需要家己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将囡仔带到上帝的山。所听的姊妹，咱若教袂来，咱就带咱的囡仔来互上帝教。上好的方式就是带咱的囡仔同齐来敬拜上帝。基督徒传承信仰上好的方法，毋是用咱的官兵，用咱细细念，是将咱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互咱的囡仔看咱怎样咧敬拜上帝。当咱用什么种的态度敬拜上帝，咱的囡仔就照安尼来跟对咱的信仰。愿咱对咱的囡仔，咱甲咱的家庭号名，甲咱的家庭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上帝伫阮的家庭内底有疗伤未到的陪伴。那安尼，咱就想到保罗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恁会记这节圣经吗？今仔日牧师甲伊放伫咱的金句。上帝为你陪伴的是超出你所求所想，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你嘛想象袂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迄个想象未到是4000年久，4000年前的祖先，上帝的祝福就开始，一直到4000年后，上帝的祝福还阁继续。较有这种的代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的圣经安尼讲，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伊讲因着信对信，以撒论将来事。是大人最重要的人生的责任，就是甲囡仔谈论将来。人伫一生的中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荣华富贵嘛。论将来的事，就用上帝目睭来论，毋是用咱目睭来论。所以你想，以撒怎样用上帝的目睭来论将来的事？然后伊看手，这个圣经无写看手，伊讲祝福雅各甲以扫。雅各是第二囝，以扫是大囝。是安怎犹太人的历史经典希伯来书，竟然甲雅各放头前，甲以撒做后壁。上帝是监察人的内心，伊知伊要用芦苇做头生。所以上帝毋是照人的目睭来看，所以上帝的祝福嘛毋是照人的心意来祝福。所以论将来事，以扫就换手伫雅各，伫祝福雅各。祝福这个字叫做 “legio”，“legio” 就是好。牧师真爱甲恁解说这个希腊语，因为希腊语是一个圣经起头的福音书起头的语言。伫迄个希腊语中间有真侪文章，伫咱翻译无容易用老长的话翻译出来的物件。祝福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好话 ，“au” 就是好 ，“logos”
就是道成肉体，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伫人的中间。约翰福音第1章14节，伊讲道成了肉体，充充满满、充满稳定甲真理。迄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今仔日的祝福，这个字尾这个字叫做 logos。所以做父母的人爱常常奉主的名，甲囡仔讲好话。啊，这恁听有吗？你开遐讲，你是咧咒詛你的囡仔；你开遐歹，伊就歹互你看。兄弟姊妹，有影无影，我唔知。但是上帝常常甲咱提醒，咱的言语是上帝分别最圣，多有权柄。犹太人真相信，话是多有权柄，因为因相信上帝讲要有就有，因相信上帝嘛将这种的能力甲祝福放伫父母的嘴唇。所以兄弟姊妹，有一节咱还要开始发脾气的时阵，唔通赂骂你的囡仔，咒詛你的囡仔。你就爱讲，你将来会比今仔日更较好，福气甲要死，就看到就要气死啊！但是你就爱讲，将来你会比今仔日更较好，你也好，你的囡仔也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论将来来祝福你家己，唔是安尼祝福你的囡仔尔。我开遮衰，我开遮歹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名摇花屹立的稳定，咱来祝福咱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日的圣经。2000年后，犹太人恁讲因祖先的历史甲故事的事，因的结论是安尼讲。伊讲上帝甲阮历代祖先备办更较水、更较好的事。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更好，这个字是更好。和本的圣经改翻做更较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为咱备办的是超出咱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袂到。意思是超过咱的限制。超过咱父母的限制，超过咱教育程度的限制，超过咱自私的私欲的限制。上帝甲咱备办就是安尼。所以上帝讲，这个经文是牧师通过重新转化了后，用较浅白话甲翻译，互咱大家了解。上帝为咱备办更较好的事，通叫咱甲历代圣徒通得到完全。伊讲因若无甲恁，恁若无甲因，拢就袂完全。但是咱家己讲迄个两个否定该摕掉，户就得正。上帝互咱甲历代的信仰的前辈正圣道，当得福音的好处。意思40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嘛要安尼，遐这是嘛？我是无完全，但是因为我的囡仔甲阮的家庭就互相得到完全。这个完全咧讲起救恩的奥妙。保罗讲：前我看伊荣华富贵最宝贝，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看这个真最本色。一个新的观念得到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生命真最成熟。得到充分的发展，完全这个意思是安尼。人的生命得到充充足足的发展。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长大成人有天父上帝的样相。天父上帝是完全的，咱也亲像伊安尼完全。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就是以色论将来。就是伊对将来有一种的蓝图，伊对将来有某一种的憧憬，伊对将来有一种的期待。伊伫上帝圣神的感动，上帝将这个感动放伫伊的心内，所以论将来的时阵，是对天人来一种的感动，咱叫做预见未来。伊看到将来是伊未到的迦南地，但是伊看到上帝的有备，伊深深相信。今仔日我看袂到。但是有一日，我的子孙要进入迦南地，来享受上帝所准备
迄个应允的土地。这是一种指向未来，是一种信仰的宣告。咱的教会有写5项得等教会的目标，要行做心中的教会。咱写30几年啊，咱的教会敢真正有行做这种5种的特质。咱指向未来，无代表咱今仔日已经完全。但是咱指向未来，就是上帝的头前咧听候咱，伊安尼甲咱有备。或者你敢捌问过上帝讲，主啊，你的将来，我的将来会怎样？牧师要甲恁青年讲，恁爱常常敬虔祈祷，问上帝，主啊，我的将来到底是怎样？原来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甲上帝讲，上帝后壁咱的家族的故事，要成做我的家族的故事，或者恁愿意吗？原来伫天父上帝的面前，那每一摆受感动，每一摆受上帝的话来激励咱的事，咱就讲阿们。咱讲上帝啊，圣经内底这个人，因所经历着上帝你的奇妙。当我讲阿们的时阵，上帝伫我的人生中间，嘛，互我经历你是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伫咱农村的教会，过去常常有这种家族的故事。查某囝上好莫小儿洗礼，免得伊将来若嫁出来时有困扰。等候伊长大成人，伊若嫁基督徒，才互伊去洗礼。兄弟姊妹，你想这种的父母会听？是对吗？上帝祝福若是遐尼好，是安那都要等候伊将来嫁出，伊对方若是基督徒的家庭，伊才归属上帝的。兄弟姊妹，毋是咱的上帝无怜悯，是咱无了解耶和华以勒是何等的宝贝。愿咱伫主的面前脱胎换骨，改变咱的家族的信仰。咱会通看见上帝恁等家己将来的祝福，所以拄则牧师有甲咱解说这个祝福这个字意思，就是讲好话，会有老教。兄弟姊妹，花手伫你的嘴，为这个十字架，你甲上帝决志讲，主啊帮助我，对今仔日开始，我的嘴常常讲好话。也这拄起头真难。因为咱也是心中的个性，真紧，特别是伫危急的时间，完成就走出来。但是当咱安尼的时阵，就代表圣经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的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无例外，好无？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领受上帝。咱纯粹双手祈祷的时，咱甲上帝讲：你为我备办的，我要掠条条。我为着我的将来掠去双手。主，你为我备办的，我来掠条条。伫你的圣殿内，我掠去双手，往你恳求。耶和华以勒的上帝，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你做我的上帝。所以讲，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嘛尝试换手伫咱的心讲。主对今仔日开始帮助我，互我真侪有能力带我的囡仔来论将来。当我的囡仔若咧问我讲：“爸爸，你想你的看法怎样？”妈妈，你想我要选这个，还是要选这个？为你的囡仔祈祷，你陪伊问上帝，上帝若互你感动，你就来讲，你选择的路。毋免用趁钱做你的决定，选你爱行的路，选上帝爱你行的路，选一个会当互你发挥你的运数，你会当欢欢喜喜去做的路。所听的姊妹，愿咱真做一个有耶稣基督的心最深的父母，有能力用上帝的话，甲咱的囡仔论将来。检查咱的教育的程度，甲咱的囡仔的教育程度，无容易相比。因为今仔阿哥阿猫吼，拢嘛会当读到大学毕业啦。
伊若愿意去遐坐4年，连老师嘛毋敢甲当掉。今仔足侪学校实在足可怜所以学历无一定会准啊。熬读册的人无一定有智慧，有知识的人无一定聪明。主帮助咱，互咱伫将来往将来的事，咱甲上帝讨讲，主求你帮助我，互我真侪你带路的行钱。上帝，你伫我的家庭，你有你美好的有备，你有你美好的有备。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讲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相信上帝伫你的需要有伊的有备。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伫你的将来，上帝伫你及时的需要。英语讲 in need 就是讲伫你及时的需要的时阵，危机伫你的需要顶悬，耶和华的恩惠要做你的帮助。诗篇代表讲，主啊，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来准备，清清楚楚记载伫诗篇的内底。代表讲，耶和华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来有备，而这你相信吗？愿天要上帝你的需要的事，所以诗篇安尼讲了后，经过1000年到新约的时阵，伊讲来到主施恩宝座前，领受伊的怜悯甲恩惠，做恁及时的帮助，又搁通过1000年，所以上帝的怜悯甲帮助是久长的，是及时的，但是嘛是一生的久长。所以代表讲，上帝恩典是一生之久，一世人的久。对我少年到年老到一生世间的落尾，耶和华我的上帝伊的恩典，伊填满互我的杯，是恩典的杯。而且上帝恩惠伫人的需要顶悬来有备，毋通失去这种的信心。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看见咱的上帝的心意。上帝是安尼，耶稣表明上帝的心意。所以福音书记载，耶稣讲，伊看到人的困苦，亲像无牧者的羊群，伊就怜悯伊。耶稣代表上帝来表明伊对世间人的怜悯。所以咱的教会常常鼓励咱，当你吐开无法度祈祷的时，会记得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无法度祈祷的时，心思意念受扰乱，连祈祷词都想不出来。你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代表讲主啊，上帝啊，你的恩惠是为着困苦的人所有备。所以听下，这你相信吗？愿主赐去你的目屎，设施这个时阵，你是带着沉重的心来做礼拜，唔通失志。你相信这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伊唔是干那阿伯拉的上帝，伊嘛是你的上帝。我相信，迄个上帝是我的上帝，嘛是你的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看见上帝的祝福，看见上帝的计划，做天公的囝，伫甲咱一生的路尾。耶和华以勒的信心，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到底是什么？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伫我及时的艰难，伊要做我的帮助。耶和华以勒的信心是相信耶和华的帮助是一生的。咱若无放弃，若无离开上帝，咱的上帝绝对无帮助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祈祷，主啊，我的信不足，但是求你帮助我。每一摆的祈祷，你跪落；每一摆你拍开圣经，强读上帝的话；每一摆咱做伙恭敬做礼拜，拢是咧建立信心的事情。所以，愿天父上帝通过各种的智慧来帮助咱建立信心。当然，今仔日咧建立的信心的观念其中，就是用耶和华以勒做观念，
无论什么种的情景，我相信我的上帝有伊的计划，有伊的带领，有伊的陪伴。相信，所以今仔圣经讲对信，因着信，后壁来喊怎样，以撒怎样，后来到伊的子孙怎样，我因为信，又搁怎样咧？而且你的信带互你什么种会改变？后壁来喊讲我的囝，上帝家己有陪伴。咱还手伫咱的心来讲，我有听到，主啊，我有听到后壁来喊讲的话。主啊，我愿意相信，虽然我感觉有一点仔犹豫，我嘛感觉有一点仔跨路，但是主，我愿意听候，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信心的意思就是这种的坚持，凡事相信的意思就是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持续这两个字，英语是用 ing 啦，就是进行式。希伯来语有这种的语言，持续相信，持续仰望。虽然今仔日好像看无路，但是我就是持续。愿天父上帝帮助，我相信上帝伫我的将来有伊的计划。更美好的是，意思就是上帝有伊的计划，有伊的律例，神掌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那安尼，上帝伫你的人生有甚物计划？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你的囡仔若问爸爸，你伫人生的中间，上帝怎样带领你？这我要甲咱做一个见证。37年前，1985年，我去读新人院。伫要读新人院之前，我有做一个祈祷，我甲上帝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有一个互我无后顾之忧的家庭，我的父母伫我成长的过程，互我真充足。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亲像一个食饭空来的囡仔，甚至当我去读大学，伫团契做会长。团契若无奉献，若无够，事工的经费无够，我拢相信讲我倒啊，只要甲阮爸爸讲就好啊。这个看囝食饭卡来，我就是安尼大汉的。因为我有一个听上帝爸爸妈妈，伊互我人生伫充足的中间大汉。但是伫读新人的前一日，我会祈祷讲，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无要搁对我的爸爸妈妈讲话，讲爸爸，请你帮助我。上帝，你既然带我行这条路，求你为着我的将来来有备。这37年来，带我去新人院，改变我人生道路，这个上帝，直到今仔日我才知影，其实毋是我熬祈祷。嘛毋是因为我信心足好，有气魄，敢甲上帝讲，我勇敢对你，是我的上帝，伊用摇花一力这个话来甲我讲，伊讲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亲像你的老爸，甚至比你的老爸更较疼你。这你听有这个意思吗？到今仔日，我咧准备甲恁分享圣经的本意，我才明白37年前我骄傲家己祈祷讲，主啊，我将我家己的路交互你，你为我负责。原来我才知影，迄毋是我的感动，是上帝。伊甲我讲，我要听你比你的老爸老母更较听你。兄弟姊妹，你愿意有这种的上帝吗？在咱教会青年每一位，愿意天父上帝将以后以撒的这种的信心，嘛互恁。以撒的上帝是我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嘛是咱每一个人的上帝，恁相信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彻底上改变咱信仰的态度。所以，摇花伊力本身是一种的信仰。
我真少伫礼拜中间甲恁讲我的内心话，因为有当时啊讲了无好，会曲解，互恁感觉我咧讨恁的尊重，毋是。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着每一个人，伊有足奇妙的准备，你有期待吗？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的囡仔到永永远远。大胆相信，大胆向上帝开嘴。上帝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挖考你，较赢过我挖考我的父母。上帝要讲，我要听你，较赢过你父母对你的帮衬。阿免嘛。上帝所予咱的将来是奇妙的，上帝所予咱的人生是为着要荣耀伊的名。上帝所予咱的生命是奇妙的，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予咱的恩典是白白，所以圣经讲白白得来，确实是安尼。但是兄弟姊妹，上帝的陪伴耶和华以色列是不是不劳而获的？真侪基督徒误会讲，伊只要若祈祷，上帝就爱照伊的心意来祝福伊。上帝恩典是白白得着的，上帝恩典是唔免咱代价，所以圣经讲唔免金唔免银，来啊来食来买。但是所听的弟兄们，十字架的活命不是不劳而获的。啊，你讲牧师啊，你讲顶日加讲的，这句话足奇怪。耶稣讲，天国是强的人得到，天国是奴隶进入的。耶稣说：“先求我的国跟我的义，先求天父上帝国度甲上帝的义。”亚伯拉罕先将上帝放伫伊的心中，无保留的计较，伫上帝面前顺服，将以撒摆伫个所在。上帝接纳伊的心意，互以撒成做活祭。上帝无爱咱死，上帝嘛毋是爱咱做当机去接。但是上帝爱咱心中先有一个上帝荣耀尊贵甲伊的国度。然后耶稣讲，所有一切拢是你的天父上帝，伊敢无为你陪伴吗？醒起来，所听的姊妹，愿咱听有圣经的话，也认捌上帝伊家己的本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持续信靠上帝，持续听候伊耶和华以色列的准备。最后结论安尼讲，要要互恁一个短短时间。如果今仔日圣神拿伫你的心来问，怎么说今仔日讲道结束了后，你有什么种的收获？你愿意亲像亚伯拉罕，将你的家族、将你的家庭摆在我的面前吗？亚伯拉罕将伊的囝儿摆在摩利亚山顶悬，亚伯拉罕将伊的后生摆在上帝的面前。就像是今仔日，咱的天父问咱讲：你愿意将你的婚姻摆在我的面前吗？你愿意将你的事业献给我吗？你愿意将你所有的来交托我吗？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勇敢壮大，亲像亚伯拉罕，咱甲上帝讲：主我愿意，主我伫遮，耶和华想事，耶和华收回。我的一生，我的一切，拢是你所想事。主，你若愿意，是我的荣光；你若愿意使用我，是我的荣光。我相信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只是为着要互我参与你奇妙的作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经历到
伫摩利亚山顶悬，上帝伊会邀请，愿咱进入上帝锡安的圣山，互以撒的故事变做咱家族的故事。愿上帝祝福恁的家族，咱每一种家庭拢真侪荣耀上帝的家庭。咱每一个家庭拢有咱家己摩利亚山的经历，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信主的故事，无人同款。咱每一个人拢有咱个人信主的历程。为主尽忠做你的囡仔，光明将来的父母，常常为因举手祈祷。无论因出外，因的婚姻、因的事业、因的工作，更加要紧，因甲上帝圣洁的关系，常常为着恁的囡仔欢手、举手祈祷。主啊，愿我的囡仔荣耀你的名，较赢过因趁大钱。主，愿我的囡仔享受你的慈爱，较赢过因得到全世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阿免吗？上帝祝福恁，甲咱身边的人讲，上帝祝福恁。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至怜悯、佮慈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阮对心中深深感谢阿罗你。4000年前，你伫摩利亚山顶悬；今仔日，你伫阮德堂教会对阮讲话。直到将来，阮决志，耶和华以勒就是阮的信心。愿阮的一生成做你的路用。主，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